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位开台的英雄颜思齐、颜思齐，开台满400周年。云林县政府特别邀请到北港甲水南20间国中甲国小的学生，也有在地艺术家，做伙来彩绘着48五米长的图。这个完成的作品，就要挂伫个北港糖厂外口的前围啊。这礼拜六要来开幕，邀请乡亲到时阵做伙来观赏。 在地画家正在指导学生调色，因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完成5米长的图，来挂伫北港糖厂的围墙啊顶。我觉得画这个很有趣，就可以让自己画画技术更好。就是可以借由画画认识到颜思齐，提升自己的画画技术。学习就是一些调色，然后还有老师的指导，懂得要把色调在哪里，还有画在哪里。为了庆祝颜思齐开台400年，云林县政府特别邀请北港水南20间国中小学生甲艺术家，总共要完成48个图。因为这摆甲艺术家做伙完成作品，所以讲学生囡仔唔但学到画图的技术，更加为图内面的故事去体认到开台历史甲辛苦。聊聊地方事，聊聊地方的历史，让学生除了彩绘以外，对于地方的人文历史也能够有所了解。所有作品将伫7日的完成，伫北港糖厂外口的停车场开鼓，现场冇安排体验彩绘活动，真热闹，欢迎时到大家做伙去欣赏。